罗西亚甲乌克兰即马已经战2大外的时间，真侪物资嘛拢真欠缺。咱的民间团体受发起人道救援的行动，去年参中华的企业家来合作，送140台救灾车去到乌克兰。原来今年11月是按算要去捐出60多台的救灾车，这站也当咧赶工。 师傅斟酌处理钣金，处理好势车，佮爱重新考察，每一台拢是救人救命的车。乌克兰战争已经爆发2冬外，也战袂煞。台湾企业家向政府单位收集各种退役的救灾救护车，重新整理，要捐予乌克兰。这个车的造价是2900万，报废啊，袂使去用的。因那边足需要高楼救灾，所以这台车刚刚礼拜哈，虽然我们的费用不少啦，不过想着讲伊当去高楼救灾哈，所以呢，咱嘛是甲做也好。 由台湾社区关怀协会甲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起的乌克兰人道救援服务，去年开始参中华企业家合作，目前已经捐出84台的救灾车去乌克兰。今年按算阁要捐出60多台，除了受政府退役的车，毛民众主动捐车。伊讲知影讲，咱要去迄个要捐去乌克兰，伊讲伊要捐，所以咱就甲摕转来，甲伊大保养。恁那拢也换好啊，这恁那拢真正的越野胎，即只去马上上战场，直接去救人了啦。有来送救护车，也有送病床，啊，甚至派医疗团队去到伫乌克兰来伫遐做义诊吼，啊，伫遐帮助遮个受苦的民众。 啊嘛，展现这个台湾健康的这个精神。今年要送去乌克兰的车，目前正咧赶工处理，为收集车辆、车体修理，每一个细节拢充满台湾人的爱心。透过民间发起、政府支持的人道救援行动，要互国际看到台湾 Can Help 的力量。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